世界末日后，人类全部毁灭，只有这个小孩存活下来，不知所措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也由一个年轻的小孩逐渐变成现在的糟老头。本以为会这样孤独终老，但时间管理局金姐的出现推动了后续的剧情。对方要求他替自己去清除那些破坏时间线的人，等5年期限一到，就放他回到末日前与家人团聚。眼下老五没有说不的勇气，便很爽快地答应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他穿梭在不同的年代，暗杀那些窥伺时间奥秘的大人物。但在一次行动中，老五发现自己的超能力突然恢复了，于是他没有信守承诺，决定回到过去阻止地球的毁灭。可让他和大家没想到的是，他居然续接了之前的存档，依旧是个年轻的熊孩子。另一边，蓝光一闪，报纸被吹到地上。同样，之前穿越的老四被传送回公交车里，他目光惊恐，眼神迷离，像是一个无助的孩子。下车后便将情绪发泄在拥有穿越能力的公文包上。经过他坚持不懈的输出，最后公文包不堪重负爆炸了。原来老四穿越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，在时间的洗礼下，老四渐渐适应这里的生活，从而也认识了让他怦然心动的同道中人。可好景不长，在一次围剿中，对方为了保护他不幸牺牲。当老五看到失魂落魄的老四，马上就看出对方利用公文包穿越过。随后鬼机灵的老五叫上老大，带着伪造的公文包去找雌雄双煞谈交易，条件就是要见他们的上司金姐。也就在此时，看起来不聪明的老二和老四开着破车赶到。眼看大战一触即发，时间却突然静止了。其实是时间管理局的金姐来了。老五想见她的原因是想说服她改变世界毁灭的结局，可对方却说那是因果轮回，谁也改变不了。经过一番的讨价还价，金姐答应他会在世界毁灭时保住他的家人，可前提是他要跟他回去为其效力。没办法，老五再一次答应金姐的要求。在离开前，老五先是拆掉熊煞手枪里的弹夹，然后再把射向老大的子弹移除目标范围。离开的那一刻，时间恢复正常。老大为救兄弟，将公文包丢向远处，熊煞一个劲儿的开枪，却没有子弹。趁这个时间，老大带上2个兄弟驾车离开。等双煞发现公文包是假的，也已经为时已晚。与此同时，金姐带老五回到了时间管理局。她对现在年轻的老五是爱不释手，但金姐低估了对方一身反骨的倔强性格。很快，老五就找到导致世界毁灭的始作俑者，并且在离开时还炸毁了时间管理局，成功回到兄弟们的身边。